高血脂，隱形但高風險嘅心血管健康警號。高血脂係常見但容易被忽視嘅代謝問題，即係指血液中嘅膽固醇或三酸甘油脂水平過高。血脂主要包括總膽固醇、低密度脂蛋白、高密度脂蛋白同埋三酸甘油脂。當壞膽固醇過高嘅時候，會喺血管壁積聚形成斑塊，令到血管變窄甚至阻塞。相反，好膽固醇則能協助清除多餘脂質，維持血管健康。根據2020至2022年度人口健康調查，本港15至84歲嘅人士當中，有51.9% 嘅人血膽固醇水平偏高，或已經患有高膽固醇血症。更令人關注嘅係，高膽固醇血症通常係冇明顯症狀，因此多達70% 患者並唔知道自己面對風險，直至透過抽血化驗先發現問題，反映此健康隱患嘅普遍性同埋隱蔽性。高血脂往往與生活習慣有密切關係，例如經常攝取油膩食物、缺乏運動、吸煙或者過量飲酒等。雖然佢唔會立即引起不適，但會喺體內悄悄積累，增加動脈粥樣硬化、冠心病以及中風嘅機會。因此需要及早關注同處理。要預防同控制高血脂，最重要嘅係從生活習慣着手。飲食方面，應該減少油炸食物、動物脂肪同高糖點心，多選擇蔬果、全穀類以及深海魚。規律運動同樣重要，例如快步走、游水或者踩單車，每週最少累積150分鐘。此外，戒煙、減少飲酒以及維持健康體重，亦有助降低血脂。如果已經確診高血脂，醫生或者會建議喺生活調整嘅基礎上，配合藥物治療，以進一步降低心血管風險。總結而言，高血脂係一位無聲嘅隱形殺手，但只要建立健康習慣並保持定期檢查，便能有效管理血脂，為心臟同腦血管提供更全面嘅保障。